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小翠苑3至4人單位。入屋左手邊，我哋做咗墨綠色嘅特色牆，位置係梳化背嘅空間，開放式嘅廚房間隔，條子嘅配搭，電視機特色牆連功能櫃。呢個櫃呢，佢有個餐台嘅，可以拉出嚟用嘅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個餐台櫃係適合4個人使用嘅。咁整體嚟講呢，係融入翻個空間啦，唔會搞到太過突。咁開放式廚房呢，就會增加收納量啦。咁我哋喺雪櫃旁邊加咗塊高身鏡嘅。咁呢個櫥櫃呢，就用咗藍色同白色做搭配啦。中間位置我哋加翻 LED 燈。主人房用咗淺木色去做設計啦，整體風格想行翻無印 feel 嘅。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條子啦、床頭 pan 啦，同埋衣櫃門啦，都做咗條子嘅設計嘅。咁整體風格咧就會更加無印 feel 啦。細房咧就採用咗地台床嘅設計嘅，咁有玻璃趟門做間隔啦。咁床頭就有軟包啦，床尾就會留翻位置掛畫嘅。浴室方面咧就會採用咗乾濕分離嘅做法啦。咁企缸一邊啦，跟住坐廁啦、洗手盆咁樣嘅。面盤嘅中空位置咧，會預留一啲空間去做擺設啦。企缸裡面會做一幅特色牆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嘅作品呢，咁不妨就 like 同 share 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